恭请蔡英文总统请就这摆位，恭请各位中华贵宾请就这摆位，经过这名，请来先分享。请咱各位先生代表，咱各位事先献答，咱用心向一炷双手合掌，请全体小礼，行三拜礼，敬拜，再拜，三拜，香气沉沉映乾坤，烧起好香透天文，这里宫中开圣殿。桃园动力请神色，风香敬求宾奏拜请，南天主宰，天人歌上帝，南天文明圣帝，南天帝君同胞母帝，风香敬求宾奏再拜请。这届的选举对台湾太重要，咱的国家老人的福利在进步，囡仔的福祉在提升，少年家3万块以下免税，国防嘛在进步，国家的财力。国家的力量会当愈来愈勇，总是各有人艰苦，咱来继续打拼。今仔日来到咱天文行圣地头前，除了祈求众人平安以外，嘛希望咱一个好的总统，一个好的政府会当继续。所以政府也甲大家拜托，蔡英文大家甲伊斗邮票，政府也较含慢，搞斗邮一个，会当互咱大家继续为这片土地来服务，安尼好无？好。搁拼一个好无？我遮起家呢，爱顾好，安尼好无？我觉得，国民党的这张名单哦，所引发的不只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的争执跟对立哦，那其实也让社会大众有一定程度的忧心了哈。那不过因为近来对于国民党的这一张不分区的名单，社会讨论很多了哈，我也不需要再多说。那但是确实这张名单，不仅是国民党内部有所争议哦，社会也是有一些不安。中国曾经对香港的民主进程做过承诺，而这个承诺啊没有实现啊，所以我相信处理现在香港的情势最好的方法哈，就是实践当年的承诺哈，那让香港可以进入到一个民主的轨道上面去。另外想请教一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天他们的阵营公布了他的所有的房产，然后其中包括了板桥，还有在内湖这些，甚至连加拿大都有。但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在炒房，还说是合法的买卖房屋，然后甚至要求总统你也公布。他大概是没有 Google 过或者查过监察院，我已经20几年来都有做财产申报了哈。而且，在2015年，我们也制表把所有的财产情况跟申报的情况都已经公布了嘛哈。所以他如果要了解我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只要 Google 一下都看得到的。总统，刚刚您有提到说昨天有朝那个就是有沟通不分区，然后还提到说之前有跟你邓德啊，昨天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吗？哦，邓多啊，没有在昨天的事，我们党，我担任主席，从2008年到现在也是，到去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党在面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都会有大小声的情况。那昨天的情况？那昨天没有邓多啊，绝对没有。昨天其实是蛮平和的。那4个多小时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大家有一些各持己见，所以会谈到4个多小时？没有，我觉得是大家有各自的不同的看法哦，那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去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大家的想法可以拉近嘛，哈，那可以至少不满意至少可以接受嘛，哈，所以昨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政党它内部或许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完以后大家就团结在一起啊，这是民进党的民主的传统啊。那而且是一个蛮好的传统。现在民进党已经整队完毕，我们要一起往前走了。好，众所周知嘛，哈，我的答案是在最适当的时候提出最佳的组合。不过这个适当的时候，我再多加一句话好了，因为用客观的环境显示出来。这个适当的时候应该不会太久以后。
好，谢今谢。天会是一个好的点吗？明天跟会再跟大家报告了。好，谢谢啦。他已经回答。最后还有一个啦，就是还有大家想问说，因为那个韩国瑜先生他今天在脸书上有针对反送中的这个部分也开始发表言论啊，那部分的人是认为说，这个好像是跟着您的来跟风然后也想在这个反送中这边稍微来表态争取支持，是不是跟您的差距太大了，开始这样调整？我觉得他终于讲出一个台湾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应该要讲的话了就是说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是台湾人的共识那我们希望香港的民主可以进入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去运转那香港人想得到的民主跟自由的承诺跟保障也应该要有那我们所有的2300万人，这是2300万人的共识所以任何的政治人物都不能够违反台湾人共同的意志那至于就是说无论对北京政府或者是对香港政府，我倒是要代表所有的台湾人表达，是台湾人非常在意这个我们的民主跟自由那我们会用最大的决心，用尽所有的力量保护我们自己的民主跟自由，同时我们也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